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8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23节到26节。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到第9节。马太福音第8章第14节到17节。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约。讲到新约，其实有足侪无共款的面向会当来讨论吼。但是今日要来用3个方向来甲大家三角来讨论。第一个就是讲，伫新约顶悬第一个牵涉到就是什么人的权柄。咱伫昨的即个地方内底有讲到撒旦的溃力。袂通否认撒旦有伊的溃力，有伊的工作。这咱昨提到，就是伊伫迄个工作中间，伊要来互人离开上帝吼。这是是咱讲撒旦的权柄啦吼。但事实上，对基督徒来讲，对圣经的基础来讲，其实这个是应该是上帝的权柄。上帝的权柄。就是咱根据圣经的角度来看，对基督教的信仰的立场来看，咱较偏向讲即个新约呢，即个是上帝的权柄吼。咱用出埃及记第4章的记载来看，上帝差遣摩西去到伫埃及，甲法老王伫遐来谈判，上帝就用新约来做证明。并且赏赐予摩西有行新约的能力。耶稣基督伫传福音的3年中间，伊嘛行真济的新约，伊来医治真济病人，这个能力拢是对上帝遐来。咱对伫念伊下骹即点要来看见，法利赛人也怀疑，佮讲到即个新约。是毋是上帝的权柄毋是即个撒旦的权柄？即个咱连伊会来讲吼。新约目的是第2个要来讨论的面向吼。第一个就是讲，目的就是要互人得到医治。今仔日经文伫马太福音的经文内底，NIV 的翻译本的迄个标题写讲 Jesus heals many， 耶稣医治济人啦吼。所以明白来表示，耶稣基督行新约的目的，就是要互人借着安尼来得到医治。无论是赶鬼，无论是伫医治，无论是养饲济人食饱，拢是互人得到利益。这个就是新约的目的。所以因为安尼，咱倒转来看伫出埃及记的记载来讲。如果咱怀疑上帝的新约只是要来处罚埃及人，也是讲要来处罚法老的话，那安尼认知就有问题啦吼。咱来看即个出埃及记的18章11节到第10节到11节，当铁罗去到伫西奈山甲摩西见面的时阵，伊听到摩西咧分享讲上帝安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。伊安尼讲学了上帝，伊对埃及王甲伊的人民的手中拯救恁出来，学了上帝，伊对奴隶的中间甲恁讨放出来。现在我知，上主比所有的神明较伟大，因为当埃及人安尼虐待以色列的时，伊成就遮的一切。亲像伫咱进前牧师伫昨的即个分享中间，咱有咧讲到讲10个灾难，其实是法老王坚持瓦靠伊的生命的溃力，来对抗上帝新约的结果。所以上帝的新约基本上是要来展现上帝的权柄，这是第2点要来甲咱分享的吼，就是讲。上帝借着新约是要来展示伊的权柄。无论是伫约拿的故事，还是伫叶忒罗所讲的，咱拢明白上帝行新约的目的是互人明白上帝才是唯一的上帝。
是超过一切其他生命困难的。我靠伊个要得到救赎，违背拒绝的就自取苦难甲死亡。当法利赛人质疑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权柄，因怀疑是对别西卜来的，别西卜就是撒旦啦吼。马太福音第12章的26节到28节的记载安尼讲，如果撒旦来赶撒旦，也是拍撒旦，就是家己自我来纷争，伊的国要哪起来调呢？这是耶稣讲的话吼。如果我赶鬼是靠着别西卜，那安尼恁的主题来赶鬼是搁靠什么人呢？恁的主题要证明恁是毋对的。若准我靠上帝的灵来赶鬼，就证明上帝已经伫恁中间来掌权啦。所以这是要来展示上帝的权柄。佮个第三个，就是要互人来认捌上帝。透过新约，上帝要互世间人来认捌伊，就好若亲像第一代基督徒共款。因对上帝新约的意志来认捌上帝，这个伫耶稣的时代是安尼，伫咱台湾的第一代信徒中间嘛是安尼。耶稣基督传福音，就是用安尼的新约来接触世间人，互因透过新约来认捌上帝的权柄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也是安尼。明仔载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，牧师会谈论更较侪以色列人出来及中间所经历的。最后一项就是讲，要互领受的人领受这个新约人的回应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讲。既然透过新约来认捌上帝，亲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共款，咱着爱甲因共款，就是起来对上帝的脚步来行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8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23到26节。出埃及记第4章的第1节到第9节，马太福音第8章的第14到第17节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神迹。我们提到的神迹有好几个不同的面向可以来讨论。那么我们今天用3个不同的面向来讨论。首先我们要来想到的是。神迹是谁的权柄？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是撒旦的工作，就像昨天我们在读经的分享当中有提到的这样的主题，撒旦的工作。我们不可否认，撒旦有他自己的能力，或者是说，我们也可以讲撒旦有他的权柄。那第二个呢？我们当然去从圣经的角度，从基督徒的信仰的立场，我们知道神迹是上帝的权柄。我们从这样的角度，我们一定是偏向认为说，行神迹是这个权柄是在于上帝。好，那我们也看到出埃及记第4章的记载。上帝差遣了摩西前往埃及去，与法老王谈判。那么上帝就用神迹来做证明，并且赐给摩西有行神迹的能力。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3年当中，他也行了许多的神迹，并医治了许多的病人。这些能力都是从上帝来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后面会谈到说，法利赛人怀疑，这个耶稣的权柄，我们也会再次的提到，神迹是上帝的权柄，而不是撒旦的权柄。
那第二点我们要来谈的是神迹的目的。第一个是使人得救。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8章第14节到第17节，我们如果去看那个英文译本NIV， 它的经文的上面的标题就写着 Jesus heals many， 耶稣医治了许多人。那么明白的来表示就是说，耶稣基督行了神迹的目的是要使很多人得医治。无论是圣经里面的记载，赶鬼啦、医治啦，或是喂养许多人，使很多人吃饱，这个都是使人得到益处，或是说行神迹的目的。因此，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的经文来看，如果我们看到10灾，我们就怀疑说上帝的神迹只是为了要处罚以色列人或是法老王的话，那么这样的认知是太狭隘，是有问题的。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第18章第10节到第11节，当叶特罗在带领的女儿跟孙子去跟摩西见面的时候，听了摩西分享上帝是如何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这样子的回答，他说：赞美上主，他从埃及王和他的人民的手中拯救你们出来。赞美上主，他从奴役中把你们解救出来。现在我知道上主比所有的神明伟大，因为当埃及人那样虐待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成就了这一切。正如昨天牧师的分享，10灾是法老王坚持依靠他自己的神明来对抗上帝神迹的结果。那么上帝的神迹其实是要让他们知道上帝的权柄胜过一切。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来分享的。神迹的目的其实是在展现上帝的权柄。无论是在约拿或是叶特罗他们所说的，我们明白了上帝行神迹的目的是要使人明白上帝才是唯一的上帝，或是说上帝他的权柄能够超越其他神明的能力，依靠他的人就必要得救赎，违背拒绝的人就自取苦难 ，maybe 是死亡。法利赛人质疑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权柄是从别事谱来的。马太福音第12章26节到28节，耶稣这样子回答他们。他说：如果撒旦驱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又怎么样能够站得住呢？如果我赶鬼是靠着别西卜，那么你们的子弟赶鬼又是靠谁呢？你们的子弟要证明你们是错的。如果我靠上帝的灵赶鬼，就证明上帝已经在你们当中掌权了。所以这是神迹的目的，要证明上帝已经掌权了。当然，神迹的目的是要让人来认识上帝，透过神迹让世人来认识他，就如同许多第一代的基督徒一样，他们借着上帝的神迹医治来认识上帝，接受福音。在耶稣的时代是这样子，在像台湾的第一代基督徒，他们也许多是接受了上帝神迹的医治，然后成为基督徒。耶稣基督传福音，就是用这样的神迹来接触世人，使他们能够透过神迹来认识上帝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也是如此。明天牧师在主日的信息当中会更多的谈这些详细的内容。那么领受者应该怎么样回应呢？这是最后的一个面向。简单的来说，既然我们是透过神迹来认识上帝的，那么我们就要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，就是要起来，然后跟着上帝的脚中行。